少少，佢應該去到呢度。係。我哋呢度咧廚餘咧就20%，呢度水咧就60，呢度咧就佢浸3個月後咧，即係你寫翻個日子喺度。呢度係薄扶林村，村民蘭姐正喺度教其他村民整環保酵素。就落橙皮、金皮啊，好好啊！停咗。唔係有啲嗰啲塘內個頭啊，就係差唔多到。環境啊就舒服啲，住慣咗我，你叫我搬我都唔想搬。我翻屋企加救佢咯。隔鄰鄰舍比較容易相處啲，冇話出邊嗰啲閂埋門唔識人嘅。我哋即係隔離左右嗰條巷冚唪唥識嘅。呢個肥嘟嘟啊，聚翻啲土上去先。蘭姐喺退休之前已經參加明愛嘅活動，退休之後更加投入。初初我哋退休嗰陣時咧，阿先生見到我哋話：喂，阿蘭姐有冇興趣參加園藝組學下種嘢？我話好啊，大家學下嘢，又可以綠化呢個地區。明愛組喺1991年已經服務薄扶林區，之後隨住附近嘅林屋清拆，就集中喺薄扶林村服務。咁當時我哋最主要嘅介入嘅方向咧，就以協助村民啦，組織佢哋去改善一啲地區嘅環境問題為主嘅。咁我哋最主要組織佢哋咧，例如改善啲渠務衛生，咁就係做下排污啊。直至2008年，村入邊一次大水浸，令佢哋反思服務嘅手法。其實好多環境問題，佢哋原來都好關心嘅。再去諗嘅時候，其實原來大家好想喺度住落去。加上喺2010至到11年，長洲西灣嘅團隊鼓勵居民推廣漁民文化，成為社區發展服務轉型嘅契機。我哋喺過程裏面，其實都見到居民喺嗰次嘅參與裏面咧，其實佢哋係好主動同埋好落力去揾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展現佢哋自己嘅文化。咁我哋慢慢咧由一個解決問題一個導向咧，我哋轉咗為一個咧就係睇下點樣去發掘翻佢哋嗰個嘅社區嘅資本，然後咧就運用翻呢個社區資本咧，係令到佢哋一齊咧去參與翻一個社區裏面。明愛而家有7對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其中喺粉嶺龍躍頭就鼓勵村民保育傳統文化。可能讓少少位就啲人去廁所啫，因為如果呢邊咧，其實而薄扶林村就喺2013年展開留住運動。事實證明就係即係天文台嘅預告就係我哋用3個層面去介入嘅，一個係適宜居住嘅社區，一個咧係宜人嘅社區。第3個咧就係保育地區嘅歷史文化。以前咧其實就係官立小學嚟嘅，咁我都喺度畢業嘅，即係讀到7幾年嗰一陣時。咁啊啲村民就好。一班薄扶林區嘅街坊呢一日參加薄扶林村導賞團，由村民華哥負責導賞。呢度就叫做菜園地啦。呢棵大家知唔知咩樹啊？呢一棵咧就係桑樹嚟嘅。邊個人夠膽試啊？哇！呢個熟晒啊！呢個紫色啊！正啊！呢個華哥早期已經加入排污工作小組，大約10年前開始做埋導賞員。我哋保育小組咧就想培養一班新嘅人咧，等佢多啲認識薄扶林村啊咁樣，希望佢有興趣參加我哋小組做保育嘅工作。慢慢上斜路嘅，有啲辛苦啊！呢度就係街坊福利會咯。哦。咁主要咧就係話翻俾香港其他嘅居民聽，香港都係條薄扶林村，有200幾年嘅歷史，都係值得保留嘅。好彩，即係話一路做導賞，慢慢薄扶林村喺
香港以外或者係台灣啊、新加坡嗰啲都有啲團體咧，就特登嚟參觀。呢一個咧就叫做草籠，勾啲草出嚟，然之後用個人力嗰啲推車咧，咁推去俾啲牛食。俾啲牛食咯。啊！即係咪底下出嚟？因為薄扶林村其實背負住一個寮屋區嘅名咧，其實都好多年㗎啦。禾稈草第咁我哋好希望透過由村民去親身帶公眾去體會呢一種鄉村文化特色。當佢哋越去講嘅時候，你見佢哋帶導賞咧，你見華哥講得好開心，其實係令到佢更加去肯定自己條村嘅價值。由村民同明愛合作活化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嘅項目，2023年3月正式開幕。咁其實村民好想做嘅時候，明愛又陪佢一齊做啦。重重關卡底下，令到佢哋嘅夢想希望可以實現，就係做一個以地區為一個推動力嘅保育項目。佢到中秋咧，佢條火龍咧會遊村㗎，因為咧已經成4年前啦。其中我哋相信地區嘅人民係擁有佢嘅力量嘅，我哋希望繼續咧呢股存在於地區每一個人身上嘅力量咧，可以喺個社區度展現出嚟。